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东的往来雪徛，即阵当咧大出，因为疫情来影响到外销，所以去年开始，台东县政府就向台湾民众来推送这个往来雪徛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发起着人马活动，要来挺台东的农民。这个人马消息一传出去，就互注文5万斤咯。 我的脸一样大，比我的脸还大。这粒比面较大的水果，正是来自台东的往来雪徛，永年以外销为主，年产值将近新台币50亿。因为疫情影响到外销通路，为去年起，台东县政府开始向台湾人推销往来雪徛，台中市长卢秀燕就徛出来收听，希望讲台中市民会使倒销一个。消息才传出没多久，台中市各个通路。 包括我们市政府，包括市民朋友啊，包括农会系统认购呢，就已经将近5万斤。为了感谢台中市的斗三工，台东县长姚庆玲亲身，甲这个载雪徛的车透早为台东赶到台中。这个往来雪徛，毋但是外销顶级的优质的农产品，同时嘛真营养。凤梨释迦富含非常营养哦，它是绿色的，那我们叫绿金。那释迦除了可以如市长所说，它是芭乐的营养的7倍之外呢，事实上它也有一点抗癌的作用。台东市江赞不赞？挺农民拼经济，无分地区，这摆2位首长的合作，都是要让更较侪台湾人食到潮时的在地好滋味。